所以咱来关心2024年的选战。罗清德昨暉透早去嘉义参加奥运会成立大会。根据美丽岛上新的民调，罗清德的支持度即马是已经爬到要4成，侯友宜拼过郭文哲，也那郭台铭是无甲1成。针对外界质疑讲，郭文哲捌做过台北市长，即届对台地厝纳起的代志是煞拢叫点点。郭文哲讲，伊无做市长已经真久啊，即马敢若是一个普通的市民尔。首期出席嘉义市县内台湾侨委会成立大会，民进党赖清德伫随时阵表示，苗族当选除了捍卫台湾主权、维持两岸和平，也提出包括关怀弱势族群、辅助中小企业等3个承诺，要予人民安居乐业。支持地方的产业，支持社会企业，安尼，让少年人会当转来故乡，有中央的支持来和地方政府合作。改善基础建设，安尼台湾才会当均衡发展。根据美丽岛电子报上新的民调显示，四卡都的情形，赖清德支持度39.18%冠军，侯友宜19.6%，超过郭文哲的16.1%。那郭台铭的支持度是落破1成，剩8.1%。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一段时间能提出人民有感的政见。透力改革，解决民怨，这才是身为总统参选人赢得信任最主要的关键。自公日数大选卡步瓦近，在野敢好到成功整合，大家得注意。前立委区嘅表示，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愿意出手整合，担任在野3人的痛苦，不过希望会当得到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支持。过关阵营马龙有表示，韩总要出手来帮忙在野整合，我们当然非常欢迎啊。所以我相信韩总也非常认同郭董这个理念，在野一定要整合。韩国瑜现在是无冠一身轻嘛，而且他这个还蛮豪放的，也很随和。大家坐下来聊一聊、谈一谈，也没有那么严肃了，也没有那么严重，所以这个也还好。而且我跟韩国瑜本来就很认识了。针对外界质疑对基台台地案无评论，郭文哲表示已经真久无做台北市长啊，即马是一般市民尔。若是迄个时阵担任台北市长任内所制定的台北市建筑施工损林事件争议处理规则，是毋是互建商有救援兼裁判的问题？郭文哲是讲，若做各方有意见，会当找第三方来鉴定。记者综合报道。